下该死，没能及时接应公子。没想到我们权力帮内部竟出了这等叛贼。公子的毒是否都已经好了？否则明珠万死难辞其咎。平日您与紫凤凰走得最近，竟没察觉出他有什么异动吗？我宋明珠指天发誓，我对公子绝无二心。若公子有半点才艺，请现在就杀了我。我现在还没杀你，就不必多说。郑开阳，吴老夫人在何处？交出天下英雄令，我且饶你全尸。紫凤凰，你们权力帮欺人太甚！我长乐镖局今天与你们拼了！六随风，再见，柳副帮主。区一个长乐镖局都拿不下来，请柳副帮主恕罪。紫凤凰，记住，我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。是。走，快点！爹！好，六随风！爹！放开我！给他一炷香时间，从他大儿子开始动手。爹！我没拿英雄令，我真的没拿。柳副帮主，郑开阳招了，但人不在这儿。他们在保镖的路上发现了吴老夫人，曾有心要抢走天下英雄令，可吴老夫人身边的阴阳神剑张灵异起了疑心，一进井中，人便跟丢了。但听说吴老夫人上了幻花剑派的马车。幻花剑派。我们还搜到了行军单，听说要交给北荒人。紫凤凰，是谁买通了你，来害本公子的命啊？
你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我要给你下毒？千里迢迢来杀人，你连我爱喝的岐山翠梅都背上了。你以为只有茶里有毒？刘武公子百毒不侵，但只要遇上了行军丹，你必会上手。所以，这颗行军丹里淬了天下无毒之毒——天绝尸矛。你以为权力帮里想杀你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吗？谁？风狼，他叫我福袋。起来吧。没想到逃离追兵的同时，随手杀了个人半晌。这萧秋水竟然如此信任。宋明珠，你知不知道这江湖上有什么身份叫做福袋？不曾听过，莫非是什么官职？这萧秋水一直这样叫我，不知有何深意。罢了，借这身份，倒是能先一步见王，入萧家。枉费他费尽心机，让紫凤凰来杀我。公子的意思是，紫凤凰是受剑王之意被您出手的？谁能替帮主拿到天下英雄令，都算是头功一件。而剑王向来与我不和，他若拿到，自然是要打压我。可惜，倒是送了我一步好棋。公子洪福齐天遇见萧家那小子，听说他们几个成立了一个神州结义，满口叫着侠义，真是好笑。这江湖，一日一死，早死了。不过是一群忙于利而奔波却耻于成人的虚伪小人，早晚会跪在权力帮的脚下。这幻化剑派易守难攻，借着身份，正好能跟萧秋水一道，却是容易了许多。英雄令很快就是公子的囊中之物了，而后再将萧家收入麾下，只看那剑王还怎么跟您斗。萧家不配入我麾下。还有笔账，要找他们算。对了，莫让剑猛知晓我的行踪。这萧秋水与帮主确有几分相似。帮里只有八王几位见过我与帮主的真容，就算八王见到他，也断不会认错。不必上报，你等我消息便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浣花附近等公子消息。哎，老大，你看我这个行吗？我感觉我这个还可以。多谢诸位搭救。风兄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已无大碍，感激不尽。风兄这是说哪里话？我们老大本来就在找一个叫风朗的人，没想到还真遇到了。无名之辈，不足一道。自谦在下言辞失礼，
萧兄却不挂于心，多次相救，实在感激。日后若有差遣，我绝不推辞。这些倒好说，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现在有没有把我当最好的朋友？萧兄是风朗的挚友。好，那就好。说来也巧，铁衣神捕辗转托人找到家师，要我送信去换花给他，正好与萧兄同行。你独伤出狱，肯定还会有些余毒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幻化，我找人帮忙清诉你其他的余毒，你看怎么样？好。酒呢？要是没酒，谁都别想走。姐姐，等着。能行吗，老大？风哥哥，你别生气，你本就有伤，又进水染了风寒，再不管就严重了。药在这里，赶紧吃了吧。可是唐门唐风。你又是谁？在听雨见，风朗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耗尽醉黄泉的病秧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也有份。姐姐，酒。就这一枚玉佩，蒋焕玉知料开口，你也是个骗子吧？我正好要与萧兄去换花，你若拿了无用，便可来找我，也总比在此地空耗时间要好。好，幻花剑派离唐门很近，谅你们也跑不了。慢着。
等我办完事情，就带你回家。哎，姐，老大，没事吧？你还碰我呢？不碰了，忍一会儿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小意思。这个玉知了，它能够打探江湖的信息，这听上去确实蛮厉害的。风兄，你是如何与他有交情的？机缘巧合，正如我与你一般，前日我们还不相识，而今不也成了朋友吗？这样。那眼下呢，我有一个难题。我这位大哥过几日就要做上幻华的少掌门，风兄，我要怎样和我大哥争这个位置呢？你想当幻华掌门？没错。你与你大哥差了很多，不过简中有一项规定，若是少年侠士能得江湖名宿的举荐，便可以挑战其位者。江湖名宿。好。唐门唐方，求见玉门主。我这儿有玉先生固有之物，请求先生开一次尊口。果然是公子的手法呀，既是公子的朋友，那便问吧。忘情天书究竟在哪？幻华萧家，萧家。传闻是真的，吴老夫人真的藏在萧家。哎呀，拜过吴老夫人。快请坐，请坐。老夫人，您老身体可好些了？二位能容老身在此避险，已是感激不尽。一些陈年旧疾，不足挂齿。老夫人，我已接到了吴阶将军的密信，7日后，将军会派人到灵梁镇，同府客栈。届时呢，我们夫妻2人会将老夫人悄悄地送到镇上，跟将军会合。辛苦二位了。自从燕匡图将天下英雄令托付于我，江湖中便多了不少腥风血雨。老身身边，即便有张大侠相护，也屡屡遇险。多亏萧家侠义，将老身藏在幻花，只怕这英雄令早已落入歹人手中。老夫人，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这本就是我等习武之人的分内之事。江湖藏不住秘密，我在萧家的事，不知瞒不瞒得过这剩下的7日。老夫人，江湖风雨江湖淡，您老就不用担心了，这一切都由我们安排。让你进族，你却跑到外边胡闹啊！看来我是罚轻了，这是你逼着爹爹在给你动家法是吧？来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撅起来！对，
我这次出去并非是胡闹，是有事要去办的。你什么要事？行侠仗义吗？你行侠仗义？啊，编，编得真好，我让你编。真的别打。哎，你看，一般做好事不留名，留名不做好事吗？是吗？你还真出息了。行，爹成全你。哎呀，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我在教育他。这孩子刚回来，你又打孩子。你姐呀，在后山采了些地黄，我已经跟厨房说了，熬了些鸡汤招待你那些朋友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厨房帮忙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去哪儿啊？啊！我在教育他。你呀，一次一次的这么害他，让他的胆子是越变越大呀！你根本没有了解清楚状况。这次秋水真的没有胡闹，我已经问过玉涵他们了，他们是去指挥关龙舟了。可是你看看，端午祭驱死那本就是民间习俗啊！你还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，那可是年年都去。还有一年你掉的那个江里，还是我给你捞上来的。哎呀，你不要提我年轻掉江里，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掉江里，我还有好吗我？那你说你有没有掉江里？你知不知道他的佩剑都没了？一个剑客佩剑没了，那成什么样子？我不教训他行吗？谁让你站起来的啊？我让他站起来的。你桂香，你让开！哎，要不你打我？你让他站起来行吗？闪开！你打我！给我闪开！桂香，要不你打我？你呀，别以为我不敢！小兄，哟，哎呀，有失远迎，哎呀。你这教训儿子的气势，我们很久没有见识过了。少年气盛也不是什么大错。见过萧伯伯。好了，萧兄，咱们老哥几个快去喝酒，那才是正事儿啊！师兄消消气，浣花少掌门的寿位礼已经在外面了，一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。小水，快来快来，快来跟各位叔叔伯伯说谢谢。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啊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呀！娘，我想做少掌门。秋水，说什么呢？你要跟你哥哥争吗？不要胡闹，快下去！秋水，听见没有啊？又惹我生气你！晚辈萧秋水，想争取浣花的少掌门，正好各位叔叔伯伯在这里，可否给我举荐一下？秋水，我所言并非儿戏，恳请前辈们给我一个机会啊！小孩子确实有冲劲，但你可知道，少掌门这个位置早有定论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此事咱们可以从长计议。秋水贤侄，不必心急。啊不，伯伯，我真的很着急。各位叔叔伯伯们，只要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举荐我，给我一封举荐信，麻烦你们看看我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秋水，并非我等不愿，但是艺人确实是实至名归啊。5年后，康叔叔相信你定能挑战。5年？别闹了吧！秋水，你别闹了啊！赶快下去，我们还有要事相商呢。好好想想今天自己犯的错误，快去吧！秋水，快去！走了走了，快起来快起来！哎呦，走了走了，我们先下去了啊！哎，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走了。犬子顽劣，让诸位见笑了啊！快，走，来，来，怎么回事？肩膀是不是受伤了？娘还好，我没事的。让我看看。娘，
真的没什么事。娘，以后我一定不惹你生气了，我也不随便乱打架了。吃好这口了，快吃吧。玲玲，来，吃面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秋水？是娘做的面太好吃了吗？这个味道，好久都没有吃到了。傻孩子，上个月不是刚给你做过吗？你要是喜欢吃，娘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谢谢娘。啊，我已经吩咐厨房了，晚上啊，请你那些朋友，咱们大喝一顿。好了好了，你可是想当少掌门的人，快吃吧啊！我吃。这的确是行军丹。服下行军丹，不饥不渴，暴力狂躁。10几年前，百草谷造出了此物，企图送给北荒人，为祸大西。我等正道联手出击，将其剿灭，尽毁行军丹。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又有人造出了此物。定是百草谷的余孽。若北荒再次得到此等邪物，必将引发大西动荡。我看啊，我等还是派些人手去广陵查一查。我记得萧家在广陵也建有别院，那就请萧兄早做打算。明日我便安排。老大，你最近瘦了，多吃点。我等了多久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哎，谢谢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我跟你说，特别是这道甜笋炒肉，我的最爱。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对，伯母做的每一道菜都是我心心念念的。哎呀，还是你嘴甜。多吃点啊。我们家秋水啊，从小被他爹管得严，我还担心呢，别给管成一个胆小怕事的。幸亏有你们这些好朋友跟着他一起无法无天。来，伯母敬你们。来，伯母，伯母，无法无天是
夸我们还我这是骂我？就这风格。来，喝一个。今朝就得酒醉，年少就该轻狂啊！谢了啊。来，伯母你也尝尝。哎，我自己来啊。疯了，疯公子，刚刚听铁衣神捕说，这次你也帮了他的大忙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来，也敬你一杯。萧夫人又赞了。听雨见，轻功卓越，与梁居比脚力，一日一夜不曾输，因此扬名。夫人记错了，江南水多，不是与一叶扁舟比的脚力。哎呀，秋水，你看看为娘，年纪大了，记性太差了。那风公子身中何毒啊？娘，是天绝尸矛。天绝尸矛实属罕见，不知道权力帮为何会对风公子下此毒手啊？我之前同萧兄说过，晚辈看了些不该看的。你们可听过长乐镖局灭门之事？前几日的事，警中都已经传开了。灭门之日，我就在场。当时我本想找长乐镖局走一趟镖，可没想到，正遇上权力帮贤兄。我虽侥幸逃脱，却也中了毒。我听说当日权力帮的柳随风也在，能在这个大魔头手下活命，风公子实属不易。风冷，你托长乐镖局草的是什么镖？我师傅托我交给铁衣神捕的信。我是侥幸逃脱，但我好像听说，权力帮这次灭门是要找一个重要的人。不知大家在路上有听到什么风声？倒是不曾听说。长乐镖局在井中，那个重要的人会不会也在井中？哎，伯母，浣花在井中的人脉甚广，您可曾听过有什么重要的人物要来吗？未曾听过。哎呀，江湖上这些破烂事儿，百姓今儿不提了啊。今天还是一醉方休。对，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来，我们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来，老大。谢谢伯母招待，谢谢招待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老爷吩咐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寝宅。这寝宅何时看守的这么严啊？你若有要事，在下可以通报。嗨，算了，也没有什么要事，就是觉得你们太辛苦了。娘刚才岔开话题，寝宅戒备有如此的森严，莫非这个大人物真的在萧家？吴老夫人，难道是吴老夫人在萧家？这具体的情节我记不清了，但我好像记得老夫人拿着英雄令，所以被人追杀。剧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了。若是如此，寝宅的戒备防得住我，但防不住绝顶高手吧？那我得再生个保险。进。
拜见主人。查到了。回主人，我拜入萧家时日不久，不能肆意走动，但近来萧西楼的寝宅千竹园附近增派了不少人手，若真的藏了人，很可能就在那处。千竹园。掌门，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灯火通明啊？是三少爷让弄的。啊？他人呢？哎，爹娘，是我吩咐的。秋水，这里。容。您看我是不是还有些用处啊？其实上次要和大哥竞争少掌门的事情，也并没是我本意来着，不？哎，爹爹并没有罚你，你就不要得寸进尺了。去吧，知道自己下面该干什么了吗？睡觉啊！吓死宝宝了。那我睡觉去了，爹娘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这孩子你，嘘，老夫人。看守此地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。是。若吴老夫人真的在这儿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引来危机。不想那么多了，我要尽快到这掌门。吓我一跳呢！你这去干嘛呢？你可别乱跑！我跟你说，我对这里也不太熟悉。散步。什么？散步？这大半夜你散什么步呀？去！正好呢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快点！走！进去！这几位叔伯不肯举荐我无法挑战大哥。你呢？快帮我出主意。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何如此急切的要当幻花掌门？因为不当掌门，很多事情我就无法去做，也无法去推动。总之现在呢，也无法和你解释了。可这世上的事，越是急切，就越是难以如愿。这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还唱衰呢？这里呢，只有咱们俩，你呢也别在我面前装了，快把你的秘密武器给我拿出来，快点！
快点啊！什么秘密武器？没有。那武功呢？我的武功你也学不了啊。奇怪，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想要给我的吗？我只有我自己。你没病吧？你怎么还阴阳怪气的呢？那我问你，等你伤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灭了这个权力帮？我哪有这本事啊？你说笑的吧？也对，我也只是随口问一问。难道是刚成为朋友，友情还不够？那就这样吧。你干嘛？哎，冯兄，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呢就不太喜欢睡地板，你呢也别太介意啊。哎，而且我们的友谊啊也出了一些问题，日后啊也得朝夕相伴。哼，你呢也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睡觉了，也不早了。啊，对了，把那个蜡烛吹一下吧。哼哼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小子看着是个简单轻信之人，却常有意外之举让人手挫。看来得到他的信任，并非我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嗯，才醒，来吃早饭了。没胃口。没胃口，早饭都不吃，奇奇怪怪。哎，走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今天有什么计划没？没计划，散散心。嗯，散散心，散散心也挺好，说不定啊，能想出其他的法子来呢。你当真要这样一直跟着我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想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好，你需要一位大侠的举荐，好挑战大哥是吗？是啊，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到底帮不帮？嗯。康初瑜之子，康杰生。那康杰生怎么了？3年前，康杰生押送，赈灾物资，却因为路上好赌，将善款全部输光。此事本该让他恶名远扬，可如今却还顶着少侠的名头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就是康叔叔替他压下去了。聪明。康初瑜自掏腰包填补了空缺，来平息民怨，可见他对康杰生是多么的溺爱。所以你只需要跟康杰生搞好关系，自然就能得到康初瑜的举荐信。嗯，这么说来，也确实是个好主意。走。康公子，
之前我便说得很清楚，你我并不投缘，这些东西还请你带回。不仔细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吗？自古宝刀配英雄，珠宝赠佳人，这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尽管开口，慢慢的，说不定就投缘了。情谊当出自本心，若如公子所言，那还真是轻贱了旁人，也轻贱了自己。雪鱼，给个机会，多了解了解嘛。康公子，请自重。人渣！哼！萧雪玉，你不过是一个萧家的养女，清高什么？我，康杰生，康家的独子，我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指什么指啊？康公子啊，我看你啊是受了重伤，我就。大哥，大哥，他欺负我。萧兄，你这个三弟实在太无礼了。并非秋水的错，此事我刚刚听到了。康公子，我三弟生性鲁莽，我替他赔罪了。不过，你方才的言行实属不妥。雪鱼从小在我萧家长大，我们都当她是自家人。雪鱼，父亲说过，儿女的婚姻应该由儿女定夺，所以你的婚事也应该顺着自己的心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强求于你。听到了没有，康公子？就你还喜欢我姐？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排队都排不上。萧秋水，你嘴巴太毒了吧！康公子，你前厅早茶已备好，康叔叔正候着呢，莫要耽搁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走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渣嘴脸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好了，你也少说两句。当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自是会护着你们。况且这康家虽是侠义之门，但这康杰生好赌，若是与他联姻，怕是玷污了我们幻华名声。没错。放心吧，雪月，大哥一定找一个实力、名节与幻花齐名的世家与你结亲，这样才能配得上你。多谢大哥。可若能一辈子陪在爹娘身边，闯荡江湖，行侠仗义，雪鱼便知足了。我去接驾了。好。大哥，这互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终身大事，真不应该拿来做筹码。我自然不会委屈自家妹妹。真要是联姻的话，也得她喜欢才行。还有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我们萧家名声在外，就算你方才有理，言语失据也是不对。娘说你最近长了志气，想争夺少掌门之位，可知为何无人举荐？你呀，就是年少冲动。待会儿和康杰生去喝杯茶吧，就当是弥合。我不去。别闹，赶紧去。行，我忍。
你得罪了康杰生，就算再去找他敬茶，也再难获得举荐了。哼，已经得罪了他，也并不一定会失败。既然得罪了，那不如得罪一个痛快。况且，还有你会帮我。 你要和康杰生打赌？没错，他既然欺负了雪鱼姐，我呢，得让他吃一个大亏。风兄，把你的绝世珍宝寒皓石借我用一下，我这一次要好好的和他赌一把。萧兄，我这块石材天下难求。 康楚瑜大侠的佩剑就是加入了此物锻造而成，这才能使出那观日一剑。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么一小块。好，拿过来，借我用。 这个康杰生学了这个石材，一直用不出他爹教的招数。你放心，他定会非常想要。这一次，我定会好好敲他一笔，我要把他咔嚓灭了。那既然是赌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赢了？哼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怪了水银的头子，要几点就几点。此次他必输无疑。 就这点东西，就想赌我的寒皓石啊？这可是黄金啊！哼，黄金，黄金又怎么了？你当我没有见过？黄金也和我这个寒皓石没得比。走，散局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 我看你这手上这扳指不错，夹在这一起，一块赌了。萧秋水，这可是我康家的传家之宝，更是康家少长门令。哼，传家之宝，你这个传家之宝又怎么了？我这个寒皓石，可是天下就这么一块。行了，赌不赌？不赌拉倒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走走走走走走，散了。好。 赌就赌，比大小，一把定输赢。就一把，定输赢。你看他，是12，到你了。确实不小，手气还不错。
也是12点啊。哼，三少爷太……我也是12点。萧秋水，江湖上赌博的规矩，你认还是不认啊？我自然得认啊。认就好办了，出老千，罚10倍。而你的头子里掺油水银。怎么这样啊？我真是没有。换了，你们刚才不是说……好啊，你们两个！爹，大哥，爹，萧秋水他毁了我的少掌门班职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呀你呀，我的脸全都被你丢光了。让你跟康公子喝茶，你怎么还搞起了赌局？拿人家多少钱啊？还给人家。我没拿。康老弟，哎呀，大可不必，拿着。还不给你康叔叔道歉？康叔叔，晚辈无礼了，对不住了。是应该我谢谢你才对。这杰生平日里啊，结交了太多的损友，能够多交一些像三公子这种能点醒他的赤诚之辈，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哎呀，这个事儿过去了。午饭后，萧家人都到此地，我有要事相告，散了吧。是。康老弟，多有得罪了。多谢了。慢走。走了。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没说你。你过来。哎，爹，我错了。要当爹爹吗？哎，没有，也不敢。你呀，天天闯祸，确实该罚。不过你刚才那一番漂亮话，说的倒还入耳，切记不要自骄自傲。罚。
暂且记下了，下次不要再犯啊。是。我这么做，康叔叔应该会给我举荐信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哎，就这么做。康初瑜真给你写了举荐信？当年呢，是这康叔叔掩盖了儿子的丑事，挪用善款，纵容自己的儿子赌博。今日的遮掩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康杰生越是出丑，他越要做出一副宽厚的样子。尽管是心中不愿，也不得不给啊。今日之事，他们两父子算是恨死我了，到底是和我结下了梁子。你懂得倒是不少嘛。人情世故嘛，上班第一课。上班？你看啊，咱们第一次合作，就能拿到这封举荐信，这样友情就能加强一些，那么我的设定就能恢复得快一些。好了，现在不和你说这么多了，我呢现在去找一下我爹，你啊千万别乱跑。浣花剑派今日齐聚于此，那是因为我有2件事要宣布。其一，就是有人近日在广陵又发现了行军丹的踪迹。行军丹？百草谷不是在10几年前就被剿灭了吗？何来的行军丹？此事怪异，故而江湖正道纷纷出手，去广陵探查。我们浣花剑派也要担下责任。一人，明日你带上开宴，率领胡祖侍卫，还有10年，一起前往广陵别院，探查行军丹的真相。是。爹爹，我愿随大哥、二哥同去。我从小在浣花耳濡目染，立志成为像爹娘一样的大侠，为这江湖尽一份力。如今我功夫小成，又善岐黄之术，总能帮得上忙。你娘同意吗？多历练历练也是好的。好。有你娘这句话，爹爹就答应。这样，等辎重备好了，你便随哥哥们一同前往广陵。谢谢爹爹。我要说的第2件事嘛，是家事。我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，掌管浣花剑派这么多年了。近些年呢，爹，这是康叔叔给我的举荐信。我要公平地争夺少掌门之位。反了，拿反了。不好意思，爹。您看看，看看嘛，爹，娘，看看嘛。哎呀，看看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，真的是康楚瑜的举荐信，真的。跟你儿子好好看吧。哎，三弟，我都不敢跟大哥比试，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呀？
三弟如今既然获得了康叔叔的举荐，那证明我们萧家又要多了一名少侠，我自然是高兴。那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随时向我挑战便是。大哥，秋水，这些年你大哥一直在尽少掌门之责，若是你真有此意，就在江湖上多历练几年，到时候就可以真正挑战你大哥了啊！娘，我真的等不及了吗？我没有这个时间了。三弟，哦，你才多大，怎么会没有时间了呢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先让我做1年？1年不行，半年也行。到时候我一定把少掌门之位还你，可不可以啊？三弟，少掌门之位，岂能像你这样推来推去？本来以为你是改求上进，没想到你拿这个当儿戏，那大哥便不会允你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莫要让大哥说。大哥，我真的没有胡闹，此事关联着幻化剑派所有人的生命。大哥，什么？大哥，爹，娘，那就按规矩来，我可以接受挑战。也罢，既然你拿到了举荐，那也得满足你啊。好，在你大哥动身之前，安排你们哥俩比武一次，可好？啊？是。三弟既然有如此心气，那自然是好事。你好好准备。一人抓紧时间，准备自重。是。走。秋水，真的要比呀？三弟，这事还是不妥。大哥他武功高强，你跟他交手只会出丑，不如我再去跟爹说一说，让此事就此作罢。二哥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呢，确实有些不得已的理由，你不必替我担心。出手就出手，我不怕。秋水所言甚是，既然他决定了，就放手一试，就算出丑了也没有遗憾。二哥，你放心吧，大哥是不会伤了秋水的。走，跟我练功去。娘去哪儿？你们两个不许偷看。走。今天这个茶水还挺不错的。是啊。怎么只有你一人？回主任，3年内的仆从从午前都被萧家遣散了出去，我因交接也只能待到傍晚。这些日子，那萧秋水缠得我无从抽身，正要用到你们，为何忽然被遣走？我也不知，令是3少爷下的。不过主任，那日你去探查千竹园之后，萧家便送了一辆轿辇去了剑庐。可看清送的什么人？不曾。你马上就要被你大哥打了，娘很担心你。娘，你也觉得我一定会输吗？对。所以娘决定了，你要把自己的看家本事交给你。娘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的看家本领是十字会剑，我一天也练不成。当然不是了，十字会剑那是台面上的功夫，在娘还没有认识你爹之前，娘靠着这个看家本事与人比武，虽然没有全胜，但也未曾败过。未曾败过，不胜又不败，那是什么功夫？看好了。
娘呢是很了解你大哥的，虽然平常通情达理，可是却是极好面子的。我知道你有鬼点子，可是也得小心，别到时候我的小儿子被大儿子打伤了，让我到哪哭去？放心吧，娘。加油啊！哎，记住了啊！打不赢就认输，千万不能逞能。戒备如此森严，看来果然在这里了。小秋水那人闹了一下，让萧西楼起了警觉，竟连夜把吴老夫人送来剑楼这等麻烦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催萧秋水比武才容出的时间，竟是白费了。萧伯伯，萧伯伯好。开始吧。没想到三弟这么快就准备好了，那今日大哥便与你比试一番。大哥，我倒是有个提议，毕竟是自家人，真刀真枪的互砍呢，实在是不太妥。不如一场大比换成3场小比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如何小比？内力、轻功与准头。好，那都依你。大哥，这第一局呢，就比咱俩，谁能吸到更多的铁条，就算赢。秋水，你主动跟大哥比内力这等实打实的东西，是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好，那就依你。确实厉害。那到我了。